由于讲人咧做天地看，台北市中正区有一间超市，进前有员工点火时发现讲，冷冻这个海产数量唔对，一个钓监视记者发现讲，是一个富人人偷摕，而且是偷2摆，这偷摕2摆拢专工拣较贵的海产，即包括北海道的干贝，也有龙虎斑等等，偷摕过手后，佫真自在，伫现场买便当咧食，警方已经抓到人啊。 冷冻内底拢是海产。这个时阵，一个穿乌衫负责人将几包贵33的海产压入去卡棒内底，物件偷摕了，佮走入去用餐区点便当寄来个食。想袂到伊要无完奖，伫离开前佮用同款的手法偷摕海产。受害的就是这间生鲜超市，不只提供有机无毒的食材，还提供熟食便当让客人来食用，没想到却遭到富人嚣张行窃。也觉得好像还不错吧。那个干贝跟平常会吃吗？不会刻意去买那个东西来吃啊，连过年都不吃了，平常怎么可能会去吃那个？坦白说不贵，他干嘛偷？如果只是一把葱，他干嘛偷？对吧？这间超市伫台北市中正区，当时70多岁姓黄的负责人入去到店内，专门偷摕海产，搁伫内底食饭，食饭煞搁偷摕第2摆。 锁定上贵海产，偷摕3包北海道的干贝，9包龙虎斑，拢总价值3000多块。员工搬销发现有检，随同报警方。姓黄的负责人红抓到了后，讲海产看起来真好食款，偷摕物件也早就食了啊。经警方积极扩大调阅商家周边监视器，展开追查，最终掌握70多岁黄姓妇人窃嫌身份，并将其查缉到案。全案讯后依窃盗罪嫌，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。负责人专门偷摕干贝甲龙虎斑，偷摕1摆无够，搁偷摕第2摆，行为早就拢已经红录了解。 负责人都爱为伊的行为付出代价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